亲像在梦中，离开已经几多年，因也搁在想你。凄凉的暗暝，梦无大失悲。无缘的为何来离开？因也受着心伤悲。想讲错你甲我甜蜜的情谊，过去啦，无缘的今夜搁在想你。咱分开已经几多年，因也搁在想你。你的声音引我心去迷，无缘的无论伫倒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不知影你甲我已无缘，唱一下过去啦。一切亲像在梦中。来哦！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因也搁在想你。凄凉的暗暝，梦无大失悲。无缘的为何来离开？因也受着心伤悲。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谊，会晓唱无？过去啦，无缘的今夜搁在想你。过去啦。今夜搁在想你，谢谢。年度总冠军，接下来我们也要呢邀请呢我们呢年年都是总冠军的立法委员。我们今天主办单位彭阿香跟着几个好人的刘世芳立委他们，哇，百万王子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最优质立委，接下来要来合唱一首这历史性的画面。哎呀，安尼那个。释芳姐的偶我好怕他叫我阿姨。没有，释芳姐刚在后台的时候，伊就紧张的，伊讲：“哎呀，我太麻烦你啊，我太会唱，跟你唱。”我讲不要紧，按做唱。今仔日的主要是爱大家欢喜，对不对？对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放心大声的唱。啊不，那培养一下感情好不好？那比一个爱好不好？耶！来拍，耶！然后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，哎，对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爱心不能分离。谢谢。好。你唱啥物歌曲？哎呦，真熬点的这首是江蕙二姐的歌，跟伍思凯做伙唱的《秋荷迄一暝》。大家到顶唱好不好？嘿，到顶哦，会晓唱做伙哦，吼。啊，那无婆声。
经足期待你的歌声，花香啊吹落去。一暝雨雨懂安怎讲起，又该懂表达啥物？是彼声该讲的对不起，我袂记讲出嘴，请原谅我点点的离开，点手好的彼一暝。看见也我袂当按捺的目屎，来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痛。来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痛。再会啦，我的爱。心头小鹿还会乱跳呢。我才紧张到我。来哦，女生跟着我们的四方姐一起唱，男生跟我一起唱，把这边当 KTV。我该懂安怎讲起，又该懂表达啥物？是彼声该讲的对不起，我袂记讲出嘴，请原谅我点点的离开，点手好的彼一暝。看见也我袂当按捺的目屎，来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痛。来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痛。再会啦，我的爱。看见也我袂当按捺的目屎，男生来哦，来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痛。来对我的心肝，予你看我的心痛。再会啦，我的爱，一暝雨点点地落，会朦胧暗来，你要转一圈。两位真的是每一个合唱吗？算是对第一次，对。好厉害哦！我可以问一下吗？你都在哪边练歌啊 ？KTV。哦哟，下次约一下，好会唱。小凯，我刚才四方姐无参加你的比赛，我看你要按照这100万关注，你强劲的对手。好，刚才你无啦，谢谢。他们两个在一起唱歌是不是最棒的组合？太厉害
咱小凯是咱高雄人，你知无？知影吼，所以希望伊下一遍一定会当变做是咱的金曲歌王，好不好？大家鼓声，甲咱家己高雄囡仔加加油，好不好？知我是对人吧？生啊长长的就是金州基山人，大家。我刚才你讲啊，来等等。等啊，我是听啊，出山金州的迄个基山，我是基山人，谢谢。嗰种友好的咧，无够多讲种友好的，大家拢点点。谢谢。少年家种友好吼，不简单吼。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大家，真的，谢谢小凯。谢谢，一路过关斩将不容易哈。是，思芳姐可以体会你的心情，因为她现在也要过关斩将。哎呦，对，请大家支持，谢谢，谢谢的，谢谢小凯，谢谢花花，谢谢，下次见喽。那我们思芳委员留在台上，接下来对我们要邀请我们真正的神秘，对真正的神秘嘉宾也来到现场了。各位，咱高雄市英万的大家长，我们高雄市永远的市长，也是我们的秘书长。